去年有药厂的业务指控台大医学院的教授涉嫌对于落药性侵，这医生教授嘛，互台大司头路。也毋过，台大医学院按说要伫3月初8，搁再开教评会，讨论要搁再回聘一个医生。3个被害人今仔是出面呼吁讲，毋通搁互这个医生转去台大上班。也毋过，台大表示讲，目前教评会是还无结论，会依法来处理。伫无甲我乌金目镜，3个性暴力的受害者举行记者会，呼吁台湾大学甲台大医学院依护师生的权益，守护性别的底线。去年一个台大妇产科医学教授涉嫌下药共性侵，去互台大病院判定违反医师伦理的规范，解除医师的职务。不过今年1月份，台大性骚扰防治委员会却以欠缺充分的证据为理由，做出性骚扰无成立的决议。我们的伤口一次一次的被掀开，而过程当中，台大的调查委员更毫不客气的质疑我们，却在最后的调查结果告诉我们找不到这位医师的相关证据，因证据不足而不做出任何的惩处。台湾大学会伫3月初8召开教评会，讨论这个医师提出的服聘案。受害者质疑讲，台大病院已经甲这个医生做出改级的处分。不过，台湾大学针对这个问题却无保持一致，防真恶理解，也违反教育学院应该有的最高道德标准。对这个过去100年培养全台精英的最高学府，我们真心感到失望。这是纵容与姑息。我们再次呼吁台大永久解除加害人的职务，不再让加害人有机会利用校方授予的职权进行类似的犯罪。究竟还要多少人在受害，台湾大学才会正视这个问题？呼吁台湾大学能够悬起公平正义的大旗，以确保校园是一个安全、尊重且公正的地方。台大回应讲，教评会去年12月中已经做出暂时停聘6个月，等待调查的决议。也表示，因为地检署甲性骚扰防治委员会拢无认定涉案的老师成立犯罪或者是违法的情形，所以涉案的老师依法申请复聘。不过，教评会还未做出决议，会用依法行政、客观公正、袂讲冤枉嘛袂轻佻的原则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